老早，阿姐老早，你哪来？来，我爸比我阿姐哥哥好听。我来找面和阿姐耍啊。安尼哦。因两个哦，特别来找明华，我就带因来啊。哎，够唔够啦？阿公阿妈搞早。哇，那还真乖啦。真乖。你好，美惠。阿姐，阿姐哥哥好听。阿姐，无错吧？好啊，啊你要耍啥？我有做一个佚佗物啊，等。啊。来，耍这好不好？哇！来，阿姐教你，呀。阿姐你。好。阿哥坐火车。哇！哦。来，你慢慢耍哦，我来捧水果。放鸡，二放鸭，三分开，四做对，五大兴，八手，七螃蟹，八王片，九家鱼。哦，对呀，来，我你算看麦听哦。一二放鸡。你敢不知影？我岛上即摆心内咧想啥？三分开，四做对。这两个囡仔哦，若真正是医术唔知偌好。来明华，赶紧娶某，才有孙通抱啊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阮做爸母的，才算是有尽到做爸母的责任。好啊，好，食水果，休一个，哈。哦，来，阿姐。どうも。来，美美，好你。有好食啊？哦。因为你，我唔惊。好，啊，即摆阿公来教恁唱囡仔歌，好不？好。来，秀才，骑马弄来。骑马弄来。秀才爱讲啦，哎，所以讲吼，秀才，骑马弄来。秀才，骑马弄来。哎，对马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。对马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。跋一个真厉害。目睭疼，顾目白。目睭疼，顾目白。喙齿疼，大下海。喙齿疼，大下海。啊，巴肚疼，高肚仔。啊，巴肚疼，高肚仔。大家笑嗨嗨。大家笑嗨诶，今日中昼留来食饭啊。哎呦，那会才客气啊！来，请。阿姐，哥哥好甜。好啊，来。古早有一个人叫做白贼七啦，你是安怎叫做白贼七啦？因为做讲白贼的，爱伫厝的是摆地，是所以叫做白贼七啦。爱常常甲乌龟讲成白，甲鸡讲准时。我今仔日来吼，有一项代志啦。小妹，原来甲阮出咧行，你是安怎毋较早阮知影？安尼卡上嘛免麻烦陈太太啊。袂啦，袂麻烦啦。啊是讲，恁小妹已经有对象啊，你咧哈？我嘛已经有对象，就是你。你也有对象啊？无吼，恭喜啦！啊，我较无闲啊，我先来走啦吼，先来走啦。歹势呢，吼，顺行啊。哦，顺行。你讲你有对象是啥？阿姐，你回来困啊？安尼哦，无我出来转啊。阿扁，阮差不多要来转啊，今日多谢你。哦，好，再过来了吼，过来。阿姐，我要困。好，阿姐出去等去。来，上来，来，阿公阿妈，我来转啊。
哦，乖。来，唔知影啦，就是讲伊是白仔囝咧。有影咧，我即个甲因抱大汉的衫照，较属于即个拄熟识的照。你是咧食醋？哪会食醋啦？伊是真心疼惜这两个囡仔，这两个囡仔唔知遮尔念伊。伊对阿嫂嘛是非常的关心。所以你嘛感觉头头阮弟上对袂人讲的，就是阿嫂。就看天安怎安排啊。天要安排，嘛爱人有拍算啊。就算讲阮弟上有迄个拍算，嘛就看大嫂心内有迄个拍算无啊。大兄才过身无偌久，即摆讲这会甘的。不过阿嫂拖两个囡仔，若是有一个查甫人真心咧疼痛伊，要照顾伊，我相信大兄应该真欢喜才对。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，我相信日头会搁变开阔，我相信人生漫漫行。拄则小美有讲，人若有拍算，天就会安排。明华，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介意求婚？敢是安尼？是，我是介意求我那无毋对。过去这几个月，我与前公也甲分厝遐，学着乐观，也有脚踏实地的精神。毋过真正互我改变上济，嘛我有一个追求人生的目标的，是像我啦。所以我想要甲伊过一世人。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，敢有慎重考虑过？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，我当然有慎重考虑过。丽莎，你敢有甲秋华表达过你想要娶伊什么？要袂咧？啊，结婚是两个人欢喜甘愿的代志呢。啊，你家己一个人献献嘛无路用啊。道上，啊，既然咱阁毋知影秋华想法是安怎，啊，无惊是安尼啦。明仔载我袂晡呢，较早休困的啦。对啦对啦，今日大家拢忝嘛，较早休困的。哦，明讲再搁讲。好啦，我较早休困咧。你两个嘛较早困的。我要是明仔载。我要是你。要是明仔载。丽莎，我毋是要泡你啉水啦。我知啦，其实你讲的嘛是真实。像我即马怎想，我确实无了解。啊，你有啥要拍算啊？失去人才的痛苦，无可能遮尔紧就放袂记哩。原本我是想守伫个身躯边，过一段时间再来甲讲出我对伊的心意。你敢毋免先互伊知影你的想法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先互伊知影你愿意等伊。我想哦，伊对你一定是有感情的。啊，若无嘛袂好落影仔甲你行啊亲亲啊，对无？而且有伊的个性啊，你若是无甲伊讲，伊一定是甲感情捂伫心肝内，安尼恁永远拢袂有啥物进展啊。
伊若是同意，咱才会想办法看要甲杜尚讲。啊，若是无同意哦，你们好当死心啊！树啊，冰华，你哪伫遮？哦，无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啊。哦，啊，你要讲啥？哦，到本厝的有带阿红啊甲美惠来找我，啊，我嘛甲这两个囡仔生了真欢喜啊。这两个囡仔哦，真正足黏你的，尤其是阮美惠啊，甲伊特别缘。对啊，咱嘛是。是啊，若毋是我掠着老麻，摕去家人买，啊去弄着水果大，嘛袂甲你熟识。若毋是美惠，伊毋知影路摊转去拄着我嘛袂搁甲你相拄。啊无怪古早人定咧讲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像啦，你敢有想过，咱的缘分是天安排的？若是天安排的，你敢无想过咱的将来？我要回去煮饭啊。稍等下，像啊，我会常常安尼咧想，啊，你一个查某人，爱带两个囡仔，甲因请养到大汉，真正是足辛苦的。虽然本厝的伊有想要甲你斗相共，不过伊早晚嘛是爱娶某生囡仔，爱有家己的家庭。既然我甲这两个囡仔这么亲，我愿意甲这两个囡仔照顾到大汉，嘛愿意照顾你一世人。歹势啊！我知影恁头家才过身无偌久，即摆甲你讲感情的代志是时阵。不过，我愿意等你。你只要互我知影，我是毋是等会着就好。拜托个啊！你若是愿意，你得顶一下头好无？无你一粒仔嘛准算啊！虽然伊无讲介意我，不过我甲讲我要等伊，伊嘛无拒绝。伊无甲你拒绝，就表示讲你有希望啊。食饭啦。好。像啦。你敢有想过，咱的缘分是毋是天安排的？我愿意甲这两个囡仔照顾到大汉，
嘛愿意照顾一世人。文雄，我自10岁嫁予你了后，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在心内。我嘛决定要为你照顾一世人。啊，毋过有一个机缘，我去识识到一个查甫人，伊对我真好，对田丰甲美惠嘛真照顾。伊讲要照顾阮母仔囝一世人。伊佫讲会一直等我，等到我答应为止。文雄，即马心内有规个乱纷纷，你若有灵有声，就互我一点仔指点。你若是答应我甲这个查甫人做伙，互伊照顾咱2个囡仔，请你赐予我一个圣杯。手爱，哎，你上我巴上，啊，你哪来？是安尼啦，我想要来问明华的代志。明华哦，你感觉明华伊人安怎？伊人真好啊。啊，还有无？还有啥？恁到底想要问我啥？是安尼啦，啊，阮着一直伫替明华找对象，啊，毋过大概甲伊安排相亲，伊拢找理由下体，啊，阮嘛毋知影为虾米，即摆会使甲阮讲，伊介意的人是你，啊，毋知我爱去相亲。啊，所以我毋知想要来了解你的意思，啊嘛，互你知影阮的想法。阮知影你是一个真严的、欠拍的查某人。啊，若是讲做一个新妇吼，你一定真后还家。但是阮就敢若明华这个孤囝。将来你甲传宗接代的代志，拢排伫伊身上。明华是一定爱生后生啊！啊，你嘛无可能甲阿凤因放的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啊吼，将来若无共生的，会真麻烦啦。是啊。啊，若一个做毋对，会互囡仔感觉咱大人大细心。啊，早会古早人伫讲啦，公爸顾母是家亲，公母顾爸是他人。有啥？有巴啥？因为明华进前甲我斗相共，对阮阿凤啊甲美惠嘛真好，所以我才甲伊。讲较有话啦，我唔知影伊是安怎安尼甲恁讲哦，我敢若甲伊当做好朋友尔。哦，恁真是敢若朋友尔？当然啦，啊，我一个查某人，带2个无老爸的囡仔，我趁钱车因拢袂付啊，哪有时间讲感情的代志啊？搁再讲。恁甲传宗接代的责任是伫阮天皇的身躯顶的，我一定会甲伊采用大汉。
所以我从来毋捌想讲，你搁给人来拍算啦，嘛袂去耽误别人。唉，这明华实在是哦，家己无想要去相亲，煞用你来做借口。